鄉親啊，繼續來看苗栗竹南昨下晡發生一件死亡車禍，一台白色的修理車跨過雙黃線，撞到一台機車，甲55歲騎士撞死。撞死人的這個47歲駕駛是車等下來落跑，走去造橋秘離的朋友的兜。警方找上門要抓人，伊佫秘入去三毒內底，當然最後也是互找出來。做這個喙爛的快篩是陽性，又佫是一件食毒塞車，撞死人。白色修理車繞過雙黃線，衝到對面的車道，一台直行奧多擺被撞到人，甲車卡佇車卡被拖行。修理車撞到奧多擺了，佫撞到路邊店面的花盆了，才停落來。煞來看到賽車查甫人落車，伊轉北梯，車放咧做伊走，無偌久救護車到位，這個救護人員將被撞到這個查甫騎士送去病院。遺憾的是，55歲這個姓董的騎士搶救後，因為傷勢傷過重，救無活。車禍發生在昨下晡的5點外，苗栗竹南鎮的龍山路3段。我早上一來，所以我快點整理啊。路邊店面的花盆弄甲害了，頭家員工無用的收拾。被撞竹南騎士伊所騎紅色機車規台弄甲密密麻麻。人敢卡兩隻腳看有受傷啦，上去醫院啊。撞到人，迄台車密密麻麻，撞到人就走啊。肇事逃走47歲姓林的查甫人，走去造橋朋友因兜，警方調煙花監視器去抓人。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追查，迅速於5小時內在造橋鄉將逃逸林男查緝到案。當時看到關鍵上門佫秘入三毒內底，是講疑犯互抓到。警方為伊所在修理車敲到一支射針，加一坨米子的電子粉。姓林的查甫人經過喙爛快篩，嘛有陽性的反應，毒駕佫肇事逃走，造成死亡的悲劇。這個查甫人偵訊後被依照肇事逃走、過失致死、持有毒品、用毒品等罪嫌移送偵辦。